云是不是竹的节啊？你看竹字旁一个君，竹子啊，它分好几节，一节一节的长上去啊。这个云呢，就是竹的节，乌云，则混。无节则乱，然后后面呢，无度则昏，节度嘛，要有节制啊，要有限度啊，有管理啊，有合乎中庸之道，有调节，有一个规则、原则和法则啊，有戒律啊，有节度，你看。无隐则混，因为没有戒就乱了，混乱了。无度则昏，前面戒后面度，要有节度，还不会乱，还不会分散、昏暗。义不可纵啊，精气神三宝要爱惜啊，做事情还是要中庸之道啊。